来到西港港东里的活动中心，会当看到桌仔顶放了满满的好料。这摆为着要帮社区内3月份生日的长辈来庆祝生日，特别为大家准备活动。其中幼营广慈文教学会特别提供鸡卵糕、有奶佮有饼来表示对长辈因的尊敬佮有感恩的心。那今天很开心呢，来到港东这个社区据点呢，来替长辈们做3、4月这个庆生。那因为呢，幼营本身都会去找一些厂商来赞助物资，来为我们的长者们添加营养。例如说，我们今天有带来高雄红布朗国际公司的坚果，那以及在台南千家轩烘焙坊的蛋糕。那希望让长辈们说，1年1次的庆生会，除了有蛋糕以外，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资，比如说像水饺啦、鱼肉啦、虾等等，这些都是由幼营许多，比如说中部、南部等等这些厂商来赞助提供。那也很感谢我们的里长秀云阿姨，她也非常的辛苦，都过来载物资。那幼营呢，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回家的感觉。希望大家在这边都可以拿到更多的物资，服务到更多的人。幼营广慈文教学会每个礼拜拢会固定送蔬菜来到台南，提供给有咧供餐或者是送餐给老人的单位。这摆特别提供这的生日物资，希望会当给长辈因有一个欢喜的生日回忆。这个幼营文教协会这个善化分会提供阮足侪物资，所以广东社区的长辈非常的幸福。几乎菜以外，鸡肉、鱼肉，阁有坚果，阁有迄个保酒乳，啦，逐项拢有啦，所以足感恩的。阁感恩阮济志工少年的长辈来服务这个年岁较济的长辈，所以就像幼营文教协会讲，这是一个大家庭，嘛希望讲来阮遮的长辈。大家拢愈健康愈快乐，会当愈来愈济人。港东里的里长方国秀云特别感谢这摆幼营文教学会的赞助，让社区的长辈有一个热烈欢喜的生日活动。透过安尼的方式，会当帮忙伫外口辛苦打拼的少年一辈，照顾因家中的长辈，袂互因感觉到孤单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